每日都為幸福而拼搏，但你有冇諗過呢個係咪你20年前嚮往嘅幸福未來？細個嘅時候，有人教識你守時嘅重要，亦令你明白關心一個人從來都唔會遲到。喂，hello，你秉持住呢份信念，默默咁努力工作，好想令佢享受最好嘅生活。多謝晒，咁我諗下先。Thank you，唔該。而你亦知道，因為工作而少咗陪佢。其實佢最想要嘅係佢嘅生活入面有你。爸爸，送俾你啊！我哋一人一隻。28年嚟，佢俾你最無微嘅照顧。今日就係佢幸福嚟臨最準時嘅時候。多謝晒。